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設有多項功能，例如查看學生出席記錄、閱讀通告同學校消息等。喺使用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之前，請檢查你嘅智能手機規格係咪 iPhone 4S 或以上，及 iOS 9或以上，或者係已預載 Google Play 嘅 Android 4.2或以上。首先，我哋需要安裝 HKTE Smart School 應用程式。iPhone 用家可以開啟 App Store，Android 用家可以開啟 Google Play。喺搜尋輸入 HKTE Smart School 後，點按取得。如 Android 手機沒有 Google Play， 就可以透過熒幕上嘅連結下載。下載完成後，開啟 HKTE Smart School 應用程式。輸入預設用戶名稱及首次登入密碼，然後按登入。預設用戶名稱及首次登入密碼已經透過學校發放俾家長。家長可以查閱相關通告，取得相應資料。成功登入後，就會見到更改密碼嘅頁面。家長可以輸入新密碼及個人電郵。請注意，呢個電郵係用嚟重設密碼，所以請家長輸入一個常用嘅電郵，方便日後可以重設密碼。完成後，系統已經自動輸入剛才嘅新密碼，所以家長只要按登入，就會入到去 HKTE Smart School 應用程式首頁，顯示閣下子女嘅姓名同埋學校通告清單。如果家長有多於一名子女使用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可以透過以下方法將不同子女合併於單一家長帳戶。不論學校，只要你嘅子女使用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都可以將不同學校嘅子女整合喺同一個家長帳戶入面，方便查閱家校通訊。如果你無需添加子女於家長帳戶，就可以忽略呢個部分。要整合多於一名子女帳戶嘅家長，可以按設定、子女設置，右上角嘅加號，就會去到合併家長帳戶嘅頁面。家長呢個時候可以輸入另一個子女嘅帳戶名稱及密碼。而該帳戶可以係未啟用帳戶或者使用中嘅帳戶。請注意，喺合併完成後，就無法再用啱啱輸入嘅登入名稱同密碼登入。家長以後可以用返現時嘅帳戶，同時查閱唔同子女嘅家校通訊。按確認後，系統將會自動將學生增加至原有的家長帳戶。家長係子女設置呢個版面，就會睇到有兩個小朋友嘅帳戶喺同一個家長帳戶。出返去主版面會見到兩個小朋友嘅通告。咁呢個整合不同子女帳戶就大功告成啦。之後就去到每位家長都需要關注嘅部分，就係如何收取學校通告同回覆回條。喺主畫面，我哋已經可以睇到學校發出嘅通告。學校發出通告嘅時候，家長亦會收到 push notification， 一個即時彈出信息。而通告右側嘅圖示有唔同意思。第一個橙色有個時鐘嘅就代表未回覆嘅通告。第二個綠色一個 tick 嘅就代表已簽署嘅通告。第三個紅色感嘆號就代表緊急未回覆嘅通告，必須喺24小時或少於24小時內回覆，逾期無效。一旦通告逾期，就會出現最後一個黑色月曆有個交叉嘅圖示，代表通告已逾期，不能簽署。如果真係遺忘簽署通告，請聯絡老師協助。例如我哋撳入呢份正向思維社交小組通告，家長可以查閱通告內容，清楚通告內容就可以選擇同意或唔同意，然後撳簽署，就完成簽署一份通告。
而有啲通告例如學生照上傳，就容許家長簽通告嘅同時上傳附件答覆學校。家長可以點擊選取文件，然後喺相簿入面上傳相關相片，之後一樣撳簽署，確定就完成。所有通告包括簽咗同未簽嘅都可以喺應用程式主畫面睇到，而簽咗嘅通告就可以睇到你嘅回覆。以上就係收取學校通告同回覆回條嘅程序啦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家長按確定就完成。家長同樣都可以係之後睇返呢份通告，交咗幾多錢，而詳細嘅付款記錄就可以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付款記錄，就可以睇返每一次付款嘅詳情。以上就係喺通告直接使用支付寶香港付款嘅程序啦。之後我哋亦都可以透過 HKTE Smart School 應用程式查看學生出席記錄，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出席記錄，就可以睇到子女嘅返學同放學時間。同樣地，如果想觀看學校活動影片，我哋可以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校園視頻，就可以睇到學校發放嘅影片同相片。另外，我哋可以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學校消息，就可以睇到學校發放嘅消息。點擊入去就可以睇到完整詳細資訊。當然，同通告一樣，喺學校發出消息嘅時候，家長都會收到 push notification， 一個即時彈出信息。家長仲可以喺 HKTE Smart School 應用程式入面睇到校曆，同樣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校曆，就可以睇到晒學校嚟緊嘅特別日子。喺呢啲日子入面，家長仲可以新增個人筆記同相片。最後，家長仲可以睇到子女每日嘅家課欄，點擊左上角嘅主目錄，點擊家課欄，就會睇到當日由老師上載嘅家課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
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。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
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
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